Hello 阿師，今日大愛當造日嘅音樂會啦，咁啊當然係揾到阿師你喺度啦。見到咁多同志朋友或者對同志友好嘅朋友嚟撐呢個活動嘅，你自己感覺點咧？其實今日係幾感動嘅，因為我哋去籌備呢一件事，同埋去成立 Big Love 係真係短短嘅2-3個月嘅時間啦。咁即係終於今日我哋可以同大家一齊去分享我哋呢一個成立日，咁係好開心嘅一件事。亦都有一啲感觸啦，因為始終今日係4月1號，咁亦都係一個對於香港嚟講一個有啲傷心嘅日子啦，因為有一位好善良嘅人係10年前離開咗我哋，咁我哋會將哥哥嘅善良一路去發揚開去。咁我覺得其實我對於我哋嘅呢一條路咧，我係樂觀嘅，因為我覺得而家嘅世界，而家我哋嘅社會係即係其實大家都好多愛嘅，咁不過可能即係收埋咁去講出嚟。咁我哋大愛其實就話俾大家聽，唔使驚嘅，即係你可以將呢啲愛去發放出去，話俾身邊嘅人聽，你有幾愛佢哋。咁呢個係如果有咗呢樣嘢，每個人都願意咁樣做咧，其實我哋嘅世界可以越嚟越美麗。喂，頭先就用張國榮哥哥嘅《我》去做開場啦，其實點解有呢個 idea 嘅？呢個其實係明哥佢哋揀嘅。咁以我所知，因為我之前呢排成日都唔喺香港，我都好抱歉啦，因為要佢哋好勞心勞力。咁以我所知，其實本身係有諗過唱 stand up 嘅，咁但係即係諗住即係大家為自己集出嚟啦。咁不過後來即係佢哋亦都想揀一首係哥哥佢自己好喜歡嘅歌曲。咁我呢一首歌咧，其實係入邊講緊嘅嘢係即係接受自己、愛自己，同埋去認同自己。咁呢個嘢其實係唔係淨係話同志，係每一個人都需要去做嘅一樣嘢，即係去愛自己多啲啦。咁所以希望去喺呢一個咁重要嘅日子去發佈呢個訊息。我就是我，在10個當中只得1個，葡萄園裏響起水仙子的讚歌。我就是我，是萬世沙礫中的一顆。大這麼多，我也喜歡這個我。石頭大這麼多，感激天生這個我。Thank you，張國榮。喺我嘅即係歌唱嘅生涯裏邊咧，寫咗好多歌咧，明示暗示咁樣咧，都講咗好多關於活喺一個咁嘅世界裏邊嘅壓抑，或者係好多嘅對於自由嘅訴求。我希望呢啲歌寫咗或者唱咗出嚟係冇白費到。我希望好似喺過去嗰一年，無論喺香港抑或喺世界，其實都有好多嘅改變嚇。你睇到喺歐美嘅國家開始有好多嘅譬如係 gay marriage 啊，或者係gay 嘅 civil union 啊等等嘅開始可以可行啦。我哋希望有一日我哋都有呢個權利嚇。我哋會唔會結婚或者我哋會唔會即係行使嗰啲權利係另一回事，但係我哋希望我哋同其他人一樣都係有權利嘅。我對着青空許願，找一個寬廣平原，不需要穿，不需要穿，跟你後福愛戀。
草地，烈日憑什麼好奇？風箏要飛，相戀至死，天公都做美。含着笑我宣佈，共你高貴地擁抱，除下最漂亮錦袍，至少比有人驕傲。由我宣佈，共你於赤道起舞，誰若有十字架，請找愛比無敵去殉道。大愛同盟，大愛當造日音樂會揾到周國賢喺度，爸爸你好。你好啊！喂，想問下你點解今日會嚟支持呢個活動咧？你問我點解會嚟呢度支持？因為其實一路以嚟我都好即係無論明哥又好，阿師又好，我都好佩服佢哋可以為咗自己嘅信念，即係去好堅持自己個信念，即係認為愛嗰樣嘢。咁我一路都係好即係感動佢哋做嘅所有即係忠於自己心裏邊嘅愛嗰樣嘢。咁所以今日嚟到呢度，我覺得好開心，可以將自己即係其實我自己啲歌裏邊都有好多講好多愛嘅嘢啦。即係無論我自己其實如果你問我愛係咩咧，其實我覺得無分宗教、無分國籍、無分語言、無分性別嘅，只要嗰樣嘢係真嘅話。喂，我知道今日你嚟到咧，就會同阿師去做翻一個我哋好想見到嘅畫面嘅。係咩畫面啊？就係呢個勞斯萊斯重現嘅。係。我走啦。走啦。係㗎，咁其實即係我知道你做呢個 show 嘅時候，咁之後阿師同我講話，不如唱勞斯萊斯。咁我之後屈指一算，其實對上一次唱都已經係8年前喺做緊舞台劇兩組嘅舞台劇嘅時候。咁我呢兩日就聽翻嗰陣時我哋嗰個舞台劇嘅 version 咧，上網睇，真係眼濕濕嘅。即係我同佢講話，我唱呢首歌唔緊要，但係我驚會喊啊，因為我嗰陣時做嗰陣時嘅舞台劇，因為我自己演技唔夠，所以我唯一做嘅就係當本真去做，咁所以所有嘢都入晒腦，咁所以變咗我其實呢8年我都係唔敢去重溫，即係聽翻勞斯萊斯呢首即係舞台劇嘅版本，咁直到呢2日我去聽翻，咁都有少少感觸嘅。排中天開，
為何還害怕？若覺得這樣愛，常在計算他又是誰可否愛？何日哪個接受這種愛？明明說配犯眾生，別放開。永遠的忍耐，永遠不出來，世界將依然不變改，只會讓更多罪名埋沒愛。我要像當初那樣愛。周國賢，多謝老師。Thank you。其實我尋晚喺度即係睇翻我哋05年嘅時候，梁祝嘅片段啦，咁我都好感慨，因為即係真係好多年前去做呢一首歌，咁即係我諗喺嗰個呢8年入面啦，即係呢首歌亦都有俾到唔少嘅鼓勵，好多嘅同志嘅朋友，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做歌就係一件咁樣嘅事啦，希望可以用我哋嘅故事去引起大家嘅共鳴，同埋可以安撫到大家。咁係咯。你嘅新碟共存都係想咁做啫，其實。係冇錯。好啦，唔該阿師 ，thank you。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你是我等於那日我望你，我10秒已知，要是你願意，你共我可以合作改變歷史。這群人不盡同台，偏偏不陌生，跟途來修行，懷着貼上聲音，不盡信的人，不平凡的人，不回頭的人，我們的計劃就要變真。就像個昆蟲，一個秘密組織誕生，10萬個黨員潛伏各大城鎮。若是這種人，請你馬上舉手獻身，別再隱瞞沒理由。現在我的人將要發動一波戰爭，立誓要剷除沉悶領導層，一大放風極需要。